程未定，装备已齐，什么时候带我去看云海、看日落 ？City Walk。 最近这个冲锋衣的大风啊，是直接刮到我脸上了。正好呢，下个月准备去武功山啊，衣服选的我眼都花了。最后呢，还是被波司登这件啊给迷住了。因为怕突然降温啥的啊，特地选了它这种3合1设计的。里面这件呢是可以拆卸的羽绒服啊，满满的鹅绒，冬天或者早晚温差大的时候穿贼暖和。外面呢是超高颜值的冲锋衣啊，可以单穿，也可以和鹅绒服叠穿，这不一份钱掰成3瓣花吗？你看它这个苏梅粉和黑色的拼色啊，上身巨显白，既可以搭个工装裤、登山帽。 户外爬山运动也可以搭个休闲的鲨鱼裤、堆堆袜，日常上班啊、逛街也是百搭单品。而且它这个面料啊，防水防风都只是基本操作，就不会像我之前买的那种啊，穿着巨闷。还有升级的热施力平衡系统啊，能让热气自动从下摆这儿排出去，始终保持身体干爽啊，不愧是战斗版的冲锋衣。别说了，咱们这些个旅游特种兵们啊，衣柜里要有这么一件百搭多变还好穿的冲锋衣鹅绒服，别人那不得羡慕死啊！